来看有一款鸟啊，叫做侧冠，会将卵夹伫咧别人的手内底，毋过是真罕得会夹伫咧长尾山羊的鸟仔手。即马伫咧石门水库就会当看到这款奇景。落雨天，鸟仔坐伫咧树的保护伊的鸟仔，鸟仔喙嘛会擘开开要讨食。毋过详细一个看，即只长尾山羊饲的并毋是伊的鸟仔，无用饲，竟然是咧替侧冠，也就是锁鸟咧饲囡仔。这嘛是各地真侪鸟友来遮翕相摄影。想要把精彩画面记录起来。蓝雀来养它嘛，赵娟托卵啊，它又没有自己养，就等于是类似寄宿家庭这样。赵娟啊，或者是那个中度娟也都会啊，这两种都会托卵啊。雏鸟如果回到巢位就可能还好一点，它今天大部分都在巢外面，那再来就是可能要等它巢外那个育雏，对，如果在那个枝干上面，可能就会有机会比较好看一点。鸟仔咧生蛋，大部分拢会家己做收饲囡仔。毋过锁鸟伊是热天的大鸟，伊袂做收，嘛袂孵卵，搁较袂摇囡仔。伊甲卵生咧，就放伫咧别人的手，等别人来甲孵，来甲斗饲囡仔。它的亲鸟一定会在附近一直等到那个幼鸟已经可以离巢、可以飞了，有飞行能力的时候，它才会带它离开。桃园鸟会表示，一般的锁鸟拢是甲卵放伫咧乌暗领家庭顶鸟仔的手内底。长尾山羊虽然是一个家庭做伙来饲囡仔，毋过伊本身是真歹的鸟仔，是真罕会接受去互放卵，而且佫替人饲囝。伫石门水库头一届观察到这个情形是伫咧2019年，这已经是第4届啊。那到底是啥物原因？鸟会嘛还伫咧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